世界各地的莲友们，还有我们常住的法师，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我来诚挚的介绍这个内容。有一位叫做张甘清的信徒，他72岁，住在湖南省望城县。他是退休的干部，因为他近亲结婚他所养的4个子女呢，有3个残障子女，行走必须要扶着凳子，生活上不能自理。他本身也体弱多病，更加重了生活的负担。他的老伴又没有工作，因此全靠他一个人退休的工资，再加上政府给3个残障子女每个月每人50块钱的救济金那么他经常找医生看病，医生考虑到他家生活很艰苦所以从来都不收他的医药费。他非常感激，很信任这位医生。医生就对他说：你家里的这种苦境是夙业太重的缘故，怨不得别人你应当要念佛消业，求生西方。慢慢的他也就开始发心念佛了。到了2000年的时候张甘清身患膀胱癌，后来发现骨头转移剧烈的疼痛使他昼夜不安，自己知道大限已经快要近了，眼巴巴的望着3个残障的儿女跟老伴呢，想到自己死后，他们既没有人能照料，又失去经济来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心中的苦恼无以复加。好在呢，有莲友谢系跟周一鸣安慰他，心中一直有着往生西方的期盼。病情严重的时候，他找来唯一还算健全的儿子谈话，嘱咐他在他死后呢，不要杀生，8小时之内不要搬动他的尸体，要请莲友来帮他念佛。但他的儿子连安慰父亲也不会说了，他就直接回答说：你死了，我不杀猪人家一定会笑我的。其他条件就更不用说了。张甘清生活窘迫，心情渐苦恼，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去读诵很多的经咒，去朝山，去跑庙，做早晚功课，只能是苦苦恼恼的善心念佛了。有时候有念，有时候没念。又听人家说没有皈依便不算是佛门的弟子，不能往生，所以他很想皈依，但离他最近的小庙也有40-50里远他的身体这么差，不可能去这样一直到临命终，皈依的愿望也没有达成。在往生前10天，张甘清在老伴的搀扶下走到了谢系的家里面，向他倾诉一肚子的苦水，说我在单位工作，人太耿直了，小官也做不好，家里这么穷，人家也瞧不起，现在最后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求生西方。听说家里的事放不下，便不能往生我也想放下可是我这个老伴呢，还3个痴儿怎么能完全放下呢？不降伏烦恼，不能往生，我怎么能没有烦恼了呢？不能保持临终正念，不能往生，我怎么能保证呢？为亡人杀生也会影响往生那我那个儿子一定要杀猪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这样一定是不能往生了，你帮帮我，救救我吧。他的神情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沮丧谢居士就安慰他说：你从接受佛法到今天，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依靠阿弥陀佛。经中里面有说到，下至十声念佛，都能蒙佛接引往生。你是决定会蒙阿弥陀佛接引的阿弥陀佛是绝对不会骗你的。你目前的状况叫你完全放下，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没有做人的感情。你必须考虑家人的日后生活安排，并没有妨碍。你这么想去往生，阿弥陀佛早就知道了，你的往生是绝对的，不用担心的。临终有精力能念佛就念，不
不能念也无妨，并为他再一次讲解阿弥陀佛第18愿以及善导大师的解释，让他能够彻底的明白念佛在自己往生是靠阿弥陀佛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后来谢居士组织了5、6个莲友到他家去念佛，共结西方的缘呐。最后张甘清就在莲友的助念声中很安详的往生了，面带着微笑，2个面颊微红，光亮滋润，太好看了。约20个小时之后，有一位叫做柳后明的居士不相信他能往生，便试着动他的肢体呀，一动才发现真的非常的柔软。这个柳居士才彻底的明白，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啊，真的不可思议啊！张甘清居士顺利的往生西方。我们在座的常住法师，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张甘清的条件这么差，生的孩子又都是痴呆，都是残障啊！在这种环境之下，他的内心起伏不定，烦恼不断，但是他只有念念佛。没想到最后临命中这么安详的离开，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到阿弥陀佛真的对我们众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管念多不管念少，只要你至诚恳切的念佛，阿弥陀佛必然现前佛光来接引，让你坐在莲花上，跟着阿弥陀佛到西方净土。我们很感恩阿弥陀佛，像张甘清这么一个业障深重的人，佛都不放弃。所以我们的莲友们，你们绝对有希望，人人都有将来，人人都能够安心。我们非常高兴的把这个公案介绍给大家。阿弥陀佛。